這篇文章討論了為什麼光未有時間和距離這一主題，並揭示了關於物理學基本定律以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精彩前景。當我們深入理解光和其他形式的能量如何與時空連續體相互作用時，我們遇到了令人驚訝的概念。這些概念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宇宙的認識。當我們開始討論光的性質及其與時間和距離的相互作用時，我們必須從愛因斯坦在20世紀初提出的相對論基本理論談起。這個理論在科學界掀起了革命，因為它不僅解釋了高速物體的行為，旋展示了光如何與時間和空間等概念本身發生相互作用。本質上，相對論認為空間和時間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一個統一的列構，稱為時空連續體。愛因斯坦表明，我們感知時間和距離的方式取決於物體的運動速度。當物體接近光速時，它對時間和距離的感知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相對論最令人驚訝的方面之一是，真空中的光速對所有觀察者來說都是恆定的，無論他們自己的速度或運動方向如何。這意味着，無論你身在何處，或者你多快地移動，光始終以相同的速度，大約每秒299792公里傳播。對於以如此巨大的速度運動的物體，它們對時間和距離的感知與我們觀察到的普通物體完全不同。當物體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運動時，時間開始變慢，距離也開始縮短。這個現象被稱為時間膨脹和長度收縮，在接近光速的速度下尤為明顯。光的一個最重要的特性是它沒有靜止質量。靜止質量是指物體在不動時所擁有的質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粒子都有靜止質量，然而光子的靜止質量為零。這意味着光不像具有質量的物體，如恆星或甚至原子那樣受到限制。沒有靜止質量意味着光始終以最快的速度運動，並且對它來說沒有靜止概念。這是光不感知時間和距離的關鍵原因。對於以光速運動的觀察者來說，時間根本不存在，光不會衰老，並且在穿越宇宙時沒有距離的變化。為了理解為什麼光未有時間和距離，想象一下你以光速旅行。根據相對論，如果你能夠以光速運動，那麼對你來說時間將停止。這意味着，在你的旅行過程中，你將不會經歷衰老，也不會像我們通常所感知的那樣，環境發生變化。至於距離，當你接近光速時，它們也開始縮小。對於以最大速度運動的物體來說，距離在運動的方向上會壓縮，直到某一時刻，如果其中一個點是光源，兩個點之間的距離消失。實際上，這意味着光子沒有需要跨越的距離。對於他們來說，整個宇宙都在同一個瞬間存在。為了更形象地理解這一點，假設你在一艘以光速運動的宇宙飛船上旅行。根據相對論，如果你在飛船上，你將不會感知到時間的流逝。對於你來說，時間像是凍裂了一樣。這一現象通過所謂的時間悖論或雙胞胎悖論很好地展示了。在這個悖論中，一個雙胞胎留在地球上，另一個則乘坐接近光速的宇宙飛船去太空。當太空中的雙胞胎回到地球時，他比留下的兄弟年輕得多。這是因為以極高速度運動的雙胞胎的時間相對於地球上的兄弟來越變慢了。然而，對於以最高速度運動的光子來說，這種時間減緩沒有意義。對光來說，不管過了多少時間都沒有關係，因為它對時間沒有感知。因此，光未有時間和距離，這與我們所理解的方式不同。但這對我們理解宇宙意味着什麼呢？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時間和空間是基本概念。我們用秒和分鐘嚟衡量時間，用公里和米來衡量距離。然而，對光來說，這些度量沒有意義。它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這使得它能夠在宇宙中旅行而不受我們看到的其他物體的限制。光的這些特性為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開闢了新的視野。
理解光對於時間和距離的缺失，可能幫助科學家更深入地理解宇宙如何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運作。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比如光如何與不同的物體相互作用，它是如何穿越黑洞的，或者當光與極高能量發生碰撞時會發生雜麼。光不僅是能量和信息的載體，它算是科學家們探索宇宙的基礎元素。從遙遠的行星和星系發出的光，是我們研究宇宙的主要工具。但隨着我們對光的研究不斷深入，它留下的謎團也越來越多。關於光在極端條件下如何表現的問題，至今仍然是現代物理學中最有趣的主題之一。關於光如何與時空連續體相互作用的未知性，繼續引起科學家的關注。例如，光是如何進入黑洞的？根據相對論，任何物質都無法逃退黑洞。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儘管有許多理論和實驗，但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同樣，光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遞信息至極遠的距離？這也是現代物理學中的一個長期話題。因此，光未有時間和距離，這是我們理解的不同。這不僅是一個哲學概念，這是相對論所描述的物理現實。光存在於這些度量之外，能夠在宇宙中穿越巨大的距離，而不考慮時間。它是一個無法被我們通常的空間和時間概念所束縛的元素，這使得它成為一個獨特且神秘的研究對象。當我們試圖理解光及其行為時，我們遇到了一個現實，在這個現實中，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已不再具有意義。這不僅拓寬了我們對宇宙的認識，也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在這個角度中，光不僅僅是研究的工具，而是理解現實本質的關鍵。繼續探討光的性質及其特性，我們再次面對它如何改變我們對宇宙本身的認知。光如何能在不受質量物體所有限制的情況下，跨越巨大的距離？這個問題仍然引發着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深思。這引發了我們對時空結構及其背後宇宙基本原則的深刻思考。光的另一個重要特性是它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我們知道，光是一種電磁波，它與不同材料的相互作用各不相同。當光通過透明物體，如玻璃或水時，它的速度減緩，但並不會停下。這一現象表明，儘管光的速度驚人，但它仍然會受到與之相互作用的物質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光甚至會被物質吸收。例如，當光穿越黑洞時，它的引力強大到無法再逃退出來。黑洞不僅吸收物質，旋吸收光，使得它們對於我們來說是不可言的，除非我們通過其他間接方式觀察。這個現象引發了許多關於時空本質的問題，因為黑洞被視為通向無法理解的區域，那裡我們熟知的物理定律似乎失效。當我們研究黑洞時，我們又遇到了光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特性。根據相對論，黑洞是一個引力極其強大的天體，任何物體，包括光，無法逃退它的引力範圍。在黑洞的邊界上，有一個所謂的事件視界，這是光和物質被困在黑洞內的臨界點。然而，當光進入黑洞時，會發生雜麼呢？這是天體物理學中最引人入勝的問題之一。理論上，當光穿過黑洞的事件視界時，它將繼續向內運動並消失。然而，從外部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光和其他物體一樣，隨着接近事件視界，它的速度會減慢，似乎永遠無法達到那個邊界。這一悖論引發了關於極端條件下時間和空間如何變化的重要問題。因此，光未有時間和距離，至少不像我們對質量物體的理解那樣。然而，當我們面對黑洞這樣的天體時，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時間和空間到底意味着什麼。這些概念變得更加抽象，我們開始意識到它們在宇宙的某些區域可能完全失去意義。最終，研究光為我們理解宇宙的本質打開了廣闊的前景。光不僅是觀察宇宙的重要工具，也是解開更深層次謎團的關鍵，諸如時間、空間甚至現實本身的性質。當我們研究光時，
我們開始面對這樣一種現實，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常規理解開始崩塌。現代的理論，如弦理論，試圖在更加基礎的層面上描述光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包括量子引力。這些理論可能揭示光如何與時空連續體相互作用，以及它在極端條件下，如在黑洞附近或在巨大質量影響下，如何表現。因此，光不僅僅是傳遞能量和信息的基本粒子，它是我們感知周圍世界的基礎元素。對於光來說，時間和距離在我們理解的意義上並不存在，而這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來研究宇宙。當我們試圖理解光時，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現實，在這個現實中，時間和空間，正如我們所感知的那樣，失去了意義。這使得我們能夠從全新的角度審視宇宙。在這個角度中，光不僅僅是觀察工具，而是揭示我們現實最深奧秘的紐帶。光及其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引發了一些深刻的問題。當我們在量子層面上研究光的本質時，這些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這些問題提出了關於空間和時間如何相互關聯，以及它們如何在宇宙其他部分表現的新想法。光，令人驚訝地，給我們提供了獨特的機會去研究和理解支配整個物質的規律。當我們通過量子物理的視覺看光時，我們發現它不僅僅是傳遞能量，它作為一種名為光子的基本粒子存在。這些光子不遵循我們習慣的經典運動定律，它們能像波一樣傳播，而不僅像粒子那樣運動。這個特性被稱為波粒異象性，是進一步研究量子糾纏和量子傳送等現象的基礎。光子以恒定的光速運動，在我們感知空間和時間的方式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當我們深入研究這些現象時，我們發現光本身無法以我們慣常的時間和空間理解存在。它是一個連接點，允許我們重新思考時間和空間意味着什麼。與光相關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發展過程中得出的。這個理論解釋了光速如何成為所有具有質量物體的速度極限，以及空間和時間如何根據觀察者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根據狹義相對論，任何物體都無法超過光速運動。這個發現顛覆了我們對時間和距離的所有傳統看法。相對論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特性是，當光以最大速度運動時，它不會經歷時間上的變化。對光來說，時間不存在，因為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當一個有質量的物體接近光速時，它的時間會減慢。而在光子的情況下，由於它以光速運動，時間根本不存在。這個現象讓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對光來說沒有時間，它如何感知時空，並如何與周圍的世界互動呢？當我們從宇宙學的角度看待光時，它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來自宇宙最遠處的光給我們提供了關於宇宙在數十億年裡如何發展的信息。在大爆炸發生時，宇宙極為熾熱且密集，光的能量過於強大，無法自由穿越空間。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宇宙的擴展，光開始能夠穿越空間，讓我們有機會觀察這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光在穿越空間時會受到擴展宇宙的影響。例如，紅移效應是由於遠離我們的星系光的波長因空間擴展而變長。這個現象證實了愛因斯坦的理論，並再次表明光無法存在於傳統的時間和距離理解中。實際上，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光本身就是時間和空間的測量方式，因為它穿越了這些元素，但它本身卻不受它們的影響。當我們談論光速及其運動時，無法忽視引力的影響，它同樣影響光的軌跡。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了他的廣義相對論，解釋了引力場如何扭曲時空。這個效應在1919年得到了實驗證明。當天文學家觀察到星光在經過太陽的引力場時發生了彎曲，這個實驗成為了光受到時空扭曲的一個重要證據。光並不是在真空中傳播，而是穿越了引力場，這改變了它的軌跡。
這個發現促使科學家們思考我們如何感知現實。如果空間和時間能夠被重物體扭曲，那麼我們所認為的正常在我們的光和現實感知中到底意味着什麼？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量子力學中的光研究成為了新現象發現的基礎，如量子糾纏和量子傳送。這些現象表明，光，或者更準確地說，它的量子特性，可以用於在沒有時間延至的情況下遠距離傳輸信息。這意味着光可能在未來的量子技術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量子糾纏使得兩個粒子之間的信息可以在極大的距離之間傳遞，而且這一切是即時發生的，沒有延至。這與我們通常的理解相矛盾，即信息無法比光速更快傳播。然而，這一現象同樣影響着光的性質，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更深層次上探索現實。光的研究和它的特性繼續為我們對宇宙的理解開闢新的視野。光不僅是能量和信息的載體，它算是一個基礎元素，將我們與周圍世界聯繫在一起。光的本質，它與物質和空間的相互作用引發了大量的問題，科學家們仍在尋找答案。但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對光來說，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時間和距離。這一發現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宇宙的認識，也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所感知的現實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多層次，更加複雜。繼續研究光的本質，我們不禁注意到，光不僅僅是信息的來源，也是理解時空物理學的紐帶。我們已經了解到，光不僅僅作為一個現象存在，它船幫助我們解答關於宇宙裂構的最基本問題。為了理解現實在最深層次上發生了雜魔，我們需要弄清楚為雜魔光如此獨特和神秘。光作為我們測量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了理解時空如何運作的關鍵。我們習慣認為光速是絕對的極限，任何東西都不能超過光速。然而，正是這種理解促使我們思考，那些以光速運動的物體到底會發生雜魔呢？愛因斯坦在他的相對論理論中提出，光速運動的物體不配經歷時間，至少不像我們理解的那樣。這一現象促使我們重新審視關於時間的傳統看法。由於光子沒有時間概念，它可以同時存在於空間的一個點和另一個點之間，而沒有任何中間狀態。光子的這一特性展示了光與空間不僅僅是相關的，它們幾乎是統一的。當我們思考光如何影響我們對現實的感知時，值得注意的是，光不僅是能量和顏色的源泉，它算是有關空間和物質狀態信息的載體。光通過物質時，會改變物質的特性，許多物理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折射現象就是光在從一種介質到另一種介質的過程中改變方向的表現。這一方向的改變與材料對光波的影響有關，也展示了光如何傳遞有關物質性質的信息。引力對光的影響也很明顯。當光穿越大質量物體附近時，它的軌跡會發生彎曲，這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質量和能量在空間中分布的線索。這些現象表明，光不僅傳遞能量，它旋反映了它所穿越的時空的特性。光的研究也促進了我們對暗物質和暗能量的理解。光，尤其是它與質量的相互作用，幫助我們計算物質和能量如何與引力及宇宙中的其他力量相互聯繫。然而，暗物質和暗能量仍然是謎，因為它們不直接與常規光相互作用。然而，光給了我們有關暗物質和暗能量存在的重要間接證據。例如，通過光線穿過大型天體，如星系，我們可以觀察到它們對周圍空間的影響。這些現象可以通過所謂的引力透鏡效應來研究，即光在經過大質量物體的引力場時發生的扭曲。所有這些都確認了暗物質和暗能量在宇宙裂構形成中扮演着關鍵角色。不能忽視的是，光作為基本粒子與量子場相互作用，量子場在物質構建中起着基礎性作用。像電磁場這樣的量子場與光子相互作用，改變其屬性。這種相互作用導致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各種現象，包括顏色、熱量和光效應。
然而，在量子系統的層面，這些相互作用帶來了更深遠的後果，比如量子糾纏和量子傳輸。在量子計算和量子加密學中，光在信息傳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屬性成為發展新技術的基礎。利用光以量子精度傳輸數據，使我們能夠實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安全性和速度，從而改變了我們對通訊和計算可能性的理解。光繼續在各個科學領域中佔據重要地位。通過應用光的屬性及其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我們可以開發新的治療方法，比如光子治療和使用激光燒毀腫瘤。在天文學中，光幫助我們研究宇宙的遙遠角落，讓我們得以窺視過去，獲取數十億年前發生的事件的信息。光也是新材料開發的基礎。通過光子，我們可以創造出具有驚人計算能力的量子計算機，這些計算機能夠解決傳統計算機無法完成的任務。因此，光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周圍的世界，而且成為未來發現和創新的關鍵。研究光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宇宙規律及其應用於各個生活領域的巨大機會。光不僅是能量的載體，它旋是我們理解空間和時間的一個重要元素。光的本質，它改變空間感知的能力，如物質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科學和技術領域開闢的新天地，使它成為最神秘和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光成為了連接我們現實中各個方面的紐帶，從量子相互作用到巨大的宇宙過程。它的行為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理解世界的視覺。在這個視覺中，光不僅是觀察工具，它旋是揭示我們現實最深層奧秘的關鍵。繼續探討光的本質及其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時，我們不得不提到，光不僅是物理現象，它旋是我們理解空間和時間物理學的紐帶。今天我們對光的理解不僅限於它的經典特性，比如傳播速度和折射能力。現代物理學深入到更深的層面，研究光子為我們打開了新的視野，這些視野至今仍令科學家和哲學家感到困惑。光在現代科技中不僅作為物理現象發揮作用，旋作為信息載體發揮着重要作用。通過光纖傳輸數據，光能夠以極快的速度進行信息傳輸，這大大改善了全球通訊質量。這一過程基於光能夠無險着損好地傳遞信息，使其成為長距離數據傳輸的理想工具。然而，光也被應用於量子計算中。這些計算有望帶來我們處理信息能力的革命。與傳統的比特只能處於零或一狀態不同，量子比特或稱量子位可以處於多個狀態的疊加中，這使得並行計算成為可能。這一現象得益於光的量子特性，如量子糾纏，它使得兩粒子，例如光子，可以在巨大的距離上保持關聯，儘管它們之間可能相隔數十億公里。這一特性為新型計算系統的創建提供了可能，例如量子計算機，這些計算機能夠解決傳統計算機無法處理的問題。光的研究，尤其是來自遙遠天體的光，是天文學和宇宙學的基礎。通過光，我們能夠獲得有關宇宙最遠角落的信息，研究行星和行星上發生的物理過程，甚至能回望過去，因為遠處天體發出的光經歷了數十億年的傳播才到達我們。例如，研究光譜，我們可以確定行星的化學成分，旋能計算它們的溫度、年齡和運動軌跡。通過觀察穿過引力場的光，我們旋能夠研究時空的彎曲，正如愛因斯坦在他的相對論中預測的那樣。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宇宙的裂構，包括宇宙的膨脹。同樣重要的是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來自大爆炸遺留下來的微弱輻射。通過這束光，天文學家能夠窺視宇宙最初的時刻，了解宇宙的形成和發展。從中，我們獲得了關於宇宙裂構的形成、成分和演化的線索。光在這一背景下充當了宇宙歷史中的時間，使我們能夠觀察到宇宙的演變。儘管在經典物理學框架下，光已經得到了充分研究，但它的量子特性仍然引發了許多問題。例如，光的雙重性質仍是一個謎。光既像波一樣在空間中傳播，又像粒子一樣，
由光子組成。這種矛盾被稱為波粒二象性，至今尚未完全理解。另一個科學家們面臨的謎團是觀察者效應。根據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我們無法同時精確測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這導致了一個驚人的現象：觀察本身可能會改變粒子的行為。在光的背景下，這一現象在干涉和衍射中得到了體現。當光穿過結縫或其他障礙物時，光會形成干涉條紋，而這些條紋的形成取決於我們觀察這個過程的方式。船需要注意的是，光在量子層面上會表現出一些宏觀世界中沒有的奇特性質，例如光子的量子糾纏使得信息可以瞬間傳遞，這可能在未來導致超高速通訊系統的誕生。這些系統將不再受傳統數據傳輸方式，如光纖電纜的限制。這個現象挑戰了我們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傳統看法，因為它顛覆了我們對信息傳遞速度的常規理解。我們也不能忽視光在未來技術中的角色。今天，我們已經在激光技術、醫學診斷和治療，以及量子計算中看到了光的應用。例如，激光在各個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從工業製造到醫學，其中在精密手術和治療中尤為重要。由於其獨特的性質，激光光可以在微觀層面上進行各種操作。量子計算機，我們之前提到的，使用光子量子位進行信息處理。與傳統的電子芯片不同，這些系統能夠並行執行多次計算，大大加快了解決問題的速度。這為計算機領域的革命開闢了前景，不僅會影響計算機，還會對許多其他技術產生深遠影響，包括數據存儲、互聯網網絡和安全系統。另一個光在未來的應用領域是太陽能電池板的發展，這些電池板利用光嚟生成能源。當前，太陽能研究的重點是提高這些設備的效率，而光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將太陽輻射轉化為電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能源，可能成為未來可持續能源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光能否成為未來科學發現的源泉，徹底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呢？不久前，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方法，可以捕捉光，將其減速至接近零的速度。這一實驗在實驗室條件下取得了突破，結果成為了真正的光動。如果未來能夠開發出更深層次的光控制方法，這將為創造具有獨特性質的新材料鋪平道路，並為新類型的計算系統的誕生提供可能。此外，光與物質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船為我們尋找治療疾病、新診斷方法以及提高生活質量提供了可能。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理解，光不僅僅是攜帶能量的載體，它也是理解宇宙最深層次過程的關鍵。從銀河系的形成到基本粒子的行為，作為宇宙中最基礎的現象之一，光繼續為許多科學發現提供藥詞。對它的研究不僅導致了在量子力學、宇宙學和技術等多個領域的革命性變化。光不僅幫助我們觀察世界，而且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最深層結構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未來，光將可能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開闢科學、技術和現實本質理解的新天地。繼續探討光的本質、它的獨特性質以及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得不提到科學不斷開闢新的視野，揭示出越嚟越深奧的謎題。光與宇宙基本方面的關係不僅是我們理解世界結構的鑰匙，而且可能成為新技術的基礎。這些技術將改變我們對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看法。光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特性是，它能夠作為宇宙最遠角落發生過程的指示器。當我們觀察遙遠的行星和星系時，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數十億年前發出的光，這讓我們能夠回望過去，感知那些在我們降臨地球之前就已發生的事件。這束光承載着有關宇宙起源和演化的信息，它幫助天文學家和天體物理學家模擬和理解宇宙初期發生的過程，如大爆炸。穿越空間的光譜含有關遠處天體的化學成分和溫度的重要數據，使我們能夠構建出關於行星甚至生命起源的理論和模型。然而，
光不僅是用來研究遙遠星系的元素，它旋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時空裂構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對論的背景下。當光穿過強大的引力場時，比如黑洞附近，它的路徑會彎曲。這些觀測結果驗證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觀點：空間和時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受到質量和能量引起的扭曲。正如之前提到的，光不僅對天文學家重要，對於生物學家也同樣至關重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依賴於光。光合作用，植物利用光進行食物生產的過程，是地球上生命的基礎。如果沒有光，地球將是一個空曠和不毛之地，生命將無法存在。此外，光對人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通過陽光，我們可以獲取維生素 D， 它對我們的骨骼健康至關重要。光環調節我們的晝夜節律，影響像褪黑激素這樣的激素水平。這種激素控制着我們的清醒感和疲勞感。最近的研究表明，光甚至對大腦和學習能力有影響。這一發現強調了光與健康之間的緊密聯繫。未來光將如何被利用是一個目前正積極研究的重要課題。其中一個最具前景的方向是利用光創造新材料，例如光子晶體能夠利用光的性質嚟操控其特性，進而開發出光學計算機等新技術。與傳統的電信號處理器不同，光學計算機將利用光嚟進行計算，這將顯著提升計算速度。另一個令人興奮的領域是量子計算。量子計算機利用量子位，或稱為量子比特，可以同時進行多次計算，而光作為量子技術的元素，可以用於信息的傳遞和處理。這些技術為加速計算、發展新型人工智能以及解決一些傳統計算機無法解決的複雜科學問題提供了巨大的潛力。激光技術的發展也不容忽視。未來，激光將不僅僅用於醫療和工業領域，還可能應用於其他領域，例如安全防護。激光可以用來創造新的防護形式，例如激光盾牌，可以中和來自太空或地球的威脅。這是光在全球防護和安全領域的一種潛在應用。然而，隨着光在各個領域的應用不斷增加，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光污染，尤其是城市中過度的照明。光污染不僅干擾了我們觀察夜空的能力，還對生態系統造成了負面影響。許多動物，如昆蟲和鳥類，依賴自然光進行導航，而過度的人工光照擾亂了它們的遷徙路徑和生物節律。與此同時，激光的使用也可能帶來新的威脅。如果激光技術繼續發展，特別是能夠精確瞄準物體的激光，可能會導致激光武器的出現。這種技術的濫用可能會帶來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因此，國際協議和監管機制的制定至關重要，以防止激光被用於攻擊性目的。因此，光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從它對生物過程如光合作用和健康的影響，到它在最前沿技術如量子計算機和光學計算機中的應用。光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宇宙，它也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影響着我們的健康、對世界的感知以及技術的發展。然而，隨着光在不同領域的廣泛應用，我們也面臨着新的挑戰。光污染和激光可能作為武器帶來的潛在威脅，要求我們開發出解決方案，以確保未來的可持續性和安全性。無論如何，光依舊是我們生活中最基本和最神秘的現象之一，為科學和技術開闢了新的前景。